今仔继续来看，这是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一篇的独家报道，讲咱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假调到美国来开会。美国认真咧考虑要甲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，甲改名改做驻美台湾代表处。昨尾仔晚，吴钊燮甲顾立雄回到桃园机场，同行的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。针对着美国当咧考虑要改名的消息，讲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向美国来提出着严正交涉。谢谢大家。家伫现场的记者讲辛苦啊，其他无加讲。不过看得出外交部长吴钊燮心情袂歹。目前假调去美国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，不过伊嘛无发表谈话。部长好。这位是嘛到美国参加会谈的 AIT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，伊这班机过无半点钟嘛，伫尾仔晚到桃园机场。伫到台湾进前，英国金融时报就先报道，美国驻青官员和顾立雄、吴钊燮伫马里兰州举行一年一摆的特殊管道会谈，嘛就是台湾讲的蒙特瑞会谈。报道讲，华府当咧认真考虑台湾的请求，甲驻华盛顿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做台湾代表处。外交部我们对此是没有评论的。那我想今年的这个台湾跟美国关系的深化呢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代表处更名确实是符合我觉得一个全球趋势啊。不过美方考虑改名的消息引起中国反弹，中国呼吁美国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，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的社评写，以美台目前的动向，因即卡纠转去，后一卡阁会打过来。咱随时爱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伫台海甲因的卡骨拍好灯。嘛认为美台若真正改名，代表华盛顿已经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。美方清楚这件代志真重要，因即马也是咧放风声，测试中国反应的阶段。这个议题其实毋是头一摆，拜登和习近平讲完电话了后，改名做台湾代表处的议题阁出现，嘛互台美中关系未来走向受到关注。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。